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嘎夏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遭捕的德格藏人；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祈愿法会悼念西藏烈士；自由之家2024年全球自由度报告，西藏排名全球倒数第2。加拿大总督玛丽西蒙向藏人家庭授予公祭十字勋章。驻日本代表阿若亚博士拜会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在台藏人团体举行多次会议，讨论西藏自由抗暴65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驻北美办事处接待加拿大议会代表团。瑞士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在选举后重新成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国政府与近期在西藏东部德格县残酷镇压和平抗议的藏人，造成大规模的任意拘留和许多藏人受伤的事件后，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于本周四3月7号发表紧急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德格县的紧张局势，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在当地大规模的水电建设项目，立即释放所有遭捕藏人，并尊重当地藏人的权利和意愿。嘎夏在声明中敦促世界各国的外交部、联合国相关机构和人权团体予以关注，并立即采取行动。同时向中国政府提出以下5点呼吁：一、立即无条件释放因行使基本权利而被错误拘留的藏人，并确保受伤藏人得到适当和及时的医疗救治。2. 在未经当地藏人民众同意和考察当地生态影响前，立即停止在西藏建设大型水电站。3. 结束目前在德格县的镇压和非自愿的大规模迁移藏人政策，并停止在未经他们同意前强迫搬迁行为，实施当局所谓的经济发展项目。4. 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保护藏传佛教和古老寺院的文化遗迹。5. 作为多项国际公约和条约的签署国，中国政府必须尊重西藏人民的权利和意愿。另外，在1989年3月西藏首都拉萨爆发大规模抗议中共事件35周年纪念日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为了缅怀在当年的抗议活动中丧生的藏人，于今天3月8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中举行祈愿法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教育部部长塔兰卓玛、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副议长卓玛次仁、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达兰萨拉琅杰寺的僧人和藏人行政中央的公务员等数百名僧俗藏人参加了祈愿法会。1989年3月5号，西藏首都拉萨的僧俗藏人走上拉萨街头，纪念西藏自由抗暴30周年，以及抗议中共残暴统治西藏，但遭到中共当局的无情镇压。当局于10年3月8号对拉萨实施戒严。中共军警在拉萨街道上随意开枪屠杀藏人，造成数十名藏人丧生。此后，流亡藏人每年都会在3月8号举办祈愿法会，纪念和缅怀在当年的镇压中遇难的藏人同胞。此外，根据国际人权团体自由之家于上周四2月29号发布的2024年全球自由度报告显示，中国再度被归类为不自由国家，而西藏的自由度排名全球倒数第2。报告显示，中国仍在不自由国家行列，在满分100分的评分中仅得9分，而被单独列出的西藏被评为0分，排名倒数第2。这是近8年来西藏的自由度得分首次降至0分。报告有关西藏的部分显示，西藏的政治权利得分为-2分，
满分为40分；公民自由得分为2分，满分为60分，总得分为0分。在自由之家的2023年全球自由度报告中，西藏的总得分为1分。报告进一步指出，在西藏，中国极力维护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任何支持自治的言论都会受到严厉惩罚。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鼓励汉人定居西藏，并透过再教育或重新安置项目，试图抹杀藏人的身份，将西藏全面汉化。因此，西藏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地区之一，综合得分甚至低于中国。另外，为了表彰安大略省林赛市的绕杰家族为当地藏人社区做出的杰出贡献，加拿大总督玛丽西蒙于12月17号向该家族的4名成员授予了加拿大公民最高荣誉奖项——公祭十字勋章。首位担任加拿大总督职位的原住民总督玛丽西蒙在勋章授予仪式上，分别用他的母语伊努伊特语以及英语和法语发表了讲话，随后向彭措绕杰、次仁卓嘎绕杰、罗桑绕杰博士和扎西绕杰博士授予公祭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们毕生致力于为当地的藏人社区提供的杰出服务，以及创建麻吉克组织。该组织在安大略省林赛市当地社区和北美藏人社区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于本周二3月5号在日本国会下议院会议厅拜会了日本数字部副部长兼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石川秋正议员。在会晤期间，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向石川秋正议员介绍了近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第9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的会议结果，并简要地介绍了大会的声明和7项主要行动计划，请求日本国会支持实现这些计划。代表阿若亚博士还向议员通报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包括最近中国政府在西藏东部德格县大规模逮捕和平抗议修建水电站的藏人。石川秋正议员表达了对德格县藏人的声援，并感谢代表通报第9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成果，承诺将全力配合相关计划的执行。此外，在西藏自由抗暴65周年纪念日来临前夕，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的指导下，台湾藏人福利协会、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在内的非政府团体成立筹备委员会，全力筹备西藏自由抗暴日的纪念活动。据了解，驻台湾办事处分别于今年1月2号、1月26号和本周二3月5号召集在台湾藏人福利协会等多个非政府团体的主席、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台湾各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在驻台代表隔三兼餐的主持下，就西藏自由抗暴65周年纪念日活动的筹备工作，包括相关的横幅标语、当日的演讲嘉宾、组织新闻发布会以及活动期间需要考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于本周一3月4号接待了来自魁北克省的加拿大议会代表团，并于当天晚间举办欢迎晚宴，隆重招待了上述来访代表团成员。此次来访代表团成员包括魁人政团领导人伊夫·弗朗索瓦·布兰特切议员、议员贝洛伊尔·钱布利等5名议员及2名助理。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在瑞士联邦大选后重新成立，并于本周二3月5号在瑞士议会春季会议期间在议会大厦举行了第1次会议。在会议期间，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通过视讯致辞，祝贺当选的瑞士联邦议会新老议员，并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西藏问题的大力支持。重新成立的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法比安·莫利纳议员、尼古拉斯·瓦尔德议员和尼克·古格议员
副主席玛雅拉格夫议员、副主席玛雅格拉夫议员，以及小组成员芭芭拉吉西议员和马蒂亚斯佐普菲议员及助理，以及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及欧盟联络官平措多杰。瑞藏友好协会主席托马斯·布赫利，该协会法国分部协调员范尼洛伊·莫利尔出席了会议。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